大家平安，5个月无看到吼，真正是足久的时间啦。总是感谢大家拢平安吼。我坦白甲恁大家讲吼，5个月吼，拢毋免烦恼后礼拜要讲啥吼，真正足轻松的呢。老实甲恁讲，我伫遐的中间吼。我有咧想讲，我转去感到要搁更多，我真正有安尼想咧。我这是真感谢上帝啦，才讲阮出入拢平安。我嘛真感谢这个会吼，还佫有在台湾咧喷。恁伫 Facebook 看恁去足侪所在，食足侪物件，迄是上介好诶代志。今仔日是我直接倒转来头一礼拜，看到足侪。对台湾嘛是对台湾转来，大家拢转来啊！真感谢上帝引带咱大家拢转来吼。我过来拄仔讲吼，5个月拢免想后礼拜要讲啥。其实吼，差不多1个半月前吼，我就开始在想，即么转去，即么是要讲啥诶？恁伫逐礼拜后礼拜要讲啥吼？真正有时啊头壳足疼诶，恁知影无？我开始想去看日子哦，我有看到讲，这过偌济前几礼拜哦，即摆是叫做迄个Lenten season， 恁知 Lenten season 无 ？Lenten season 就是吼，过偌济算到等于40天。我今仔日要用淡薄仔时间哦，甲咱介绍 Lenten season 下。Lenten season 哦，中文翻做四旬斋啦，40日嘛，四旬斋哦。我有，恁敢有感觉吼？恁有捌发觉着过偌济逐年拢无共日，恁敢捌感觉着？是安怎恁知影无？恁拢毋知吼？什么四旬斋？我想恁人我哪毋知？我今仔日哦，真简单做一个整理啦吼。我拄仔有讲，四旬斋是40日，40日哦，你会记耶稣伫旷野受试无食40日嘛？所以哦，伫西元差不多600年左右，有一个天主教的教皇哦，伊开始去想即个代志出来，伊用这40日吼，过偌济算倒转来40日。伊有叫做 Lenten season Lent 吼 ，Lent 即是 Lent 吼，是古早的我去读去是讲用真古早的英语或者 lectern， 迄个是春天的意思，即个时阵是春天特别到嘛，所以伊用叫做 Lenten season 吼 ，Lenten season 底下叫大家吼，甲耶稣三甲受苦。准备耶稣的受难，甲欢喜的过者，真好的代志啦！这是天主教开始的。我伫台湾哦，我牧师囝伫教会大汉，我毋捌听Lenten season咧。我台湾教会拢总毋捌，这可能甲咱长老教会吼，是对苏格兰传来。苏格兰哦，是长老教会大本营。迄个时阵，苏格兰的人哦，是足反对天主教。所以派来台湾的宣教师吼，可能即落因拢无得要紧。所以我一直到来加拿大牧会才知影 Lenten season， 迄阵啊无Google哦，我是吼头壳足大咧，要这是啥物物件啦？我就有哪去问人是啥，人甲我讲，Lenten season 哦，大半的人哦 ，Lenten season 拢哦，因用啥物受苦你知？譬如讲，我足了鬼的，足爱食低卡米线吼。我足了鬼的，我就讲吼，这个Lenten season40日的中间，我要耶稣三甲受苦吼，我这40日拢不爱食低卡，安尼啦，用安尼解有的我迄个会友吼，有的咱遮快的吼，因讲要 give up ice cream， 我想讲，你早就好 give ice cream 啊，因用安尼要甲耶稣做伙受苦，所以 Lenten season 吼，不知不觉的中间变做
啥物？你就讲，你伫认真时阵袂使做啥，袂使做，嘛有讲你普通时啊会做的代志无做，比如讲跋筊，就40日内底我摆跋筊，我要甲耶稣，啊若无爱跋筊会受苦的吼，迄个人啊真悲哀啊啦，哦，老实讲这你甲听起来，我听着认真时阵遮人伫做遮个代志，我感觉这敢有啥物意义？总是你若对咱的灵性上来讲，互咱伫这个期间想耶稣为咱受苦，这是真好的代志，这是真好的代志。我即马吼，互恁看，我做出来 PowerPoint 咯。我毋免读啦，恁大概看一下，真简单。我先小可甲恁说明一下吼。四旬斋佮过偌济算法，过偌四旬斋因为是你过偌济算倒等于40日，所以你当年拢爱知影过偌济是倒几日。耶稣互人定是为家是伫搬过节迄阵啊，犹太人拜五要甲耶稣处理掉，因为因拜五要暗嘛开始，就是安息日搬过节，因袂使去吸着死人，所以因赶紧将耶稣伫拜五就甲解决掉，就是因为着要修迄个搬过节。所以咱对犹太人的搬过节，咱就知影耶稣当时过活，就是搬过节过日嘛。所以因的搬过节安怎算？因的搬过节春分，当年的春分是3月21，3月21了头一个full moon了后的拜六，迄日就是搬过节。安尼会真乱无？安尼恁听有啦就是春分了后的满月full moon了后的拜六，迄就是搬过节。所以迄日的过日就是过偌济。四旬斋四旬迄 Lent 就是对过偌济开始算到等于40日。所以这是过偌济的算法啦。今年你即马你若去日历看，今年的迄个 Lent 是对3月初5到4月19。你若去日子甲算的是46日，毋是40日，因为即中间有6日的礼拜日，所以无算伫迄40日的内底。教会的算法是迄6日，咱的礼拜日拢是一个小过活节，咱伫纪念耶稣的过活，所以咱礼拜日犹太人的安息日是拜六，咱是礼拜日，所以这有小可嘛。你算到等于拄40日，这是Lenten season。今年的春分3月21，3月21以后头一个月圆的是4月12，4月12拄啊拜六，所以若拄着拜六的时因就延后一礼拜，所以今年的搬过节是4月19，过活节4月20，安尼恁知影？这个意思啦恁知影这个意思？认真时阵我拄有讲，拢总是伫为着迄个风俗的关系，大家拢是禁，袂使创啥，袂使创啥。总是我拄有讲，认真时阵的用意是要伫这个时间内底，互咱想耶稣为着咱的罪受定死，上帝会听我感觉咱伫这个认真时阵毋通干那否定性去想啥物袂使，啥物袂使。咱爱去想，咱爱做啥物，咱爱做啥物，互咱的灵性的进步，甲上帝会搁较活。这是另外一面，我想感觉咱就爱，所以我今仔日经这站的圣经。马可第8章34到37节，这段圣经咱大家拢真熟，咱我今仔日要用这个来甲咱三角分享，来看耶稣对咱的要求，咱要安怎反应？咱来三角祈祷。
天父上帝，一个Lenten season 的时，阮搁一摆感谢你，你赏赐你的独生子互阮，阮的主为着阮受死，阮知阮爱对伊，总是阮常常平淡，有时为着阮家己的需要牺牲你的假时，违背你的命令。主恳求你伫这个Lenten season的时，搁一摆互阮对你的话反省，阮做基督徒应该尽的任务。恳求你的圣神伫阮的中间，通过阮的分享，利益伫阮灵性的生活。祈祷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我今仔日的题目叫做吼，咱无必要做的代志。咱今仔日读吼，耶稣讲吼，咱今仔日读的新的约的圣经哦，伊译做伊讲若有人，我真歹势，我即摆写伫对，家己咧找无呢。我有较老啊，恁知影吼。伊讲若要耶稣迄个巴克利的翻译较好讲啦。伊讲若有人要对我，就举伊的十字架来对我；若有人要对我，你就看无家己，举十字架来对我吼。耶稣讲若有人要对我，所以我的题目讲咱无必要做的代志吼。是安怎？我会讲咱无必要做的代志。我毋是讲咱无必要，无必要咱无必要看无咱家己的，咱无必要举十字架对耶稣。毋是，我毋是要讲这。恁出去毋好讲我安尼讲，我无安尼讲哦。我要讲的是吼，因为耶稣讲即句话讲，若有人要对我，就爱看无家己举十字架。所以，逐句话若用哪开始吼，听的人有选择的权利感觉。所以我讲吼，咱无必要做的代志。你若无要对耶稣，你毋免。你若要对耶稣，咱逐个拢讲咱是基督徒，咱讲要对耶稣，所以你会使讲袂。总是你若既然袂，这是耶稣的要求。我即摆要讲的就是这，真歹势哦，有较老啊，生一年才大人才甲恁讲啥。耶稣即句话是用哪有人要对我开始，所以你我咱大家爱决定讲，我袂，我要对无？我若要对，你爱看无家己，爱举十字架对耶稣，这无简单呢。这真无简单的代志呢，恁捌想无哈？咱今仔日有读迄个马可第15章第21节，举十字架吼，举十字架，耶稣讲若袂就爱举十字架，所以无人强迫你举，嘛无人强迫我举。你若袂，你家己欢喜甘愿呢？总是吼。伫即个人类的历史吼，一个人互人压迫去举十字架吼，都是敢若咱今仔日读即个马可15章21节，一个叫做古利奈人西文，伊伫遐徛伫遐看老热吼，互兵仔甲掠去替耶稣举十字架。当然，耶稣家己嘛举十字架，伊举伊家己的十字架，伊互人定死嘛，伊是犯人，迄无话讲。英人互人压迫去举十字架吼，敢若西文啊点呢？咱大家吼，咱讲要对耶稣吼，所以咱欢喜甘愿呢。所以我今仔日要甲咱想，三来甲咱想吼，到底什么叫做看无家己？什么叫做举十字架？这是Lenten season吼，真侪牧师拢会讲的道理啊。我听讲吼。听伊讲，新人伊拄啊毕业的学生哦，出来哦，大概第一年拢会用这个题目讲道啦。啊，听伊讲，这个牧师较老啊吼，
就较袂讲即个道理，毋知有影无影我毋知啦。那我老实讲，我毋是真常在讲啦，坦白讲啦。啊，是毋是？较无会较久才知影讲，这有影真歹讲的，真歹讲。啥物叫做看无家己？咱三角来想看无家，也新约的圣经讲，要对啊，所有人都要完全否定家己。英语叫 deny themselves， 否定家己。啥物叫做否定家己？我用一个上简单的定义，甲恁讲啥物叫做否定家己，咱再过来探讨这个理由。否定家己的意思就是，我的生命内底，毋是我家己做中心，我基督做我的生命的中心，迄叫做看无家己啊！我跟你讲哦，佛教的内底有一个修行到尾啊，有一个无我的境界。恁捌听这句话？无我的境界。我吼去Google去看到底因的无我是安怎讲？内底拢都爱修行，你都爱完全袂记你家己，你都爱尊重别人，为着别人修，这拢有影。这甲耶稣讲的否定家己同款意思，总是佛教讲的无我，甲咱讲的否定家己有一项真大的无同款。因是靠家己修行，咱是用基督代替我。我看无我家己，总是我有一个物件，互我会当尊重，迄是基督。像保罗讲，我活是为基督，基督伫我的内面在活，毋是我在活。所以一个要对耶稣甘愿要看无家己的人，伊是用基督做中心，想代志拢用基督的想法去，像保罗所讲的，用基督的心做心。迄是耶稣在讲的迄个意思。你看无家己哦，毋是我怎消失去？耶稣伫咱今仔日读的圣经甲咱讲，你若看无家己，你若对耶稣，你要得到性命，你的性命毋是无去，你的性命还佫伫底，总是你的性命换款。基督变做你的性命的中心。我要达到一句英语的，不加好，我用英语，我再讲人听。迄句话讲吼 ，If he is not the Lord of all, he is not the Lord at all。你知意思无？伊讲哦，耶稣若毋是你生命全部的主吼。你的生命，你留一部分互你家己哦，伊就毋是你的主啊！这是真严的一句话，真值得咱深想的。我做牧师，我嘛毋敢讲话呢。毋过这句话，互我真大的反省。伊若毋是你的生命所有的主，伊毋是主啊！因为你无拢总互伊嘛，所以伊毋是你的主。这是真严的要求，敢毋是？我吼永远会记得这个代志。足侪年前，我袂记几年前，我一摆吼，人请我去对一群青少年讲，敢若是伫一个欠铺啊，伫遐咧讲啊，我讲一站啦，我讲。Deny yourself， 安尼，你看无家己啊？讲的实在，我讲的啊，真好。讲了吼，讲有问题要问无？我上惊的啦，拢有问题要问无？一个高中的学生徛起来甲我讲，你讲的讲 deny self， 看无家己哦，我知影你的意思啦。毋过咱敢有影有法度通无看无家己，
要安怎看无家己？我伫遐吼，真正顿一下，但毋知影要怎用呢？迄个是用英语的呢。我因为遐是真正咧，我足感谢上帝，我足感谢上帝。伫我拄仔去托朗多，我1972来加拿大，我去托朗多差不多9、6月日，伫遐无代志做。有一个 United Church 的牧师甲我讲哦，遐有一间教会，你爱去看卖。哦，伫我住的所在无远，伫托朗多。迄间教会吼，是拢A教的人伫做礼拜，A教的人伫做礼拜。因的牧师叫做 Bob Rumble。Bob Rumble 这个人哦，我尾下才知影，伊应该也是伫拍迄个 football 的，托朗多的 football 的队员。伊吼后来去读神学院，做牧师。照伊的故事是讲，伊有一早去出去吼，看到一个 A 教的吼，警察毋知要安怎，伫遐咧舞袂清楚，看起来，迄个 A 教的袂晓讲话，迄个警察听无，毋知影什么代志，就要甲抓。伊迄个时阵哦，受足大的感动，讲我来帮衬这个人咧。你知影伊安怎？伊去学 sign language， 伊学 sign language 学了吼，伊做牧师。伊真正去牧一寡 A 教的人，伊用 sign language， 迄个牧师甲我讲，你去遐看伊做礼拜。我一早去走去伊个教会礼拜，教会对头礼拜过头要点哦，因拢袂唱，袂啊吟诗也袂讲诶。伊讲到用手比哦，人因拢笑甲我袂晓笑，我看无嘛。我印象足深诶，我吼足感谢上帝，无迄个代志我去讲，人家问即个问题，无偌久以前，我读到 Bob Rumble 一个故事哦，这是伊写诶，伊写讲哦，有一年诶圣诞节伫 Ontario 吼，会前后吼，天拢乌乌啊，有时落雪，有时落冰雨，路拢会滑。伊讲圣诞节前，伊互人去互请，甲伊的太太去互请，赛车要转去因要住的所在。伫路中，伫田湾路边车祸，因停落来，伊落去，你知我拄仔讲伊拍football的足勇的嘛。迄个前吼，伊讲吼，圣诞节前吼，伊这就敢若拍football的才有牧师才有迄落钱。买一领 mink 的迄落大衣，互因太太。迄阵mink 大家还搁咧穿啦，即摆袂使啊。以前迄个 mink 吼，迄貂皮大衣吼，迄一领拢几来千箍咧。迄阵就几来千箍。因太太去 party 当然穿迄领寒嘛，看到车祸落来，因就落去啊。不然无讲，伊看到迄边路边一个囡仔。倒伫流血伫啊！因太太看到紧活去看迄个囡仔安怎？将伊迄领免去的衫脱起来吼，怎对迄个囡仔安尼甲包落啦？Bob Rumble讲吼，伊看着讲，哎哟，迄领我几千块买的咧，你安尼摸落去哦。总是伊讲哦，伫迄个瞬间哦。伊甲家己讲 ，shame on you， 你是咧想啥？伊讲因太太吼，迄个看到迄个囡仔咧受伤，伊无得管迄领命会靠的会价值，伊感觉即个囡仔有需要。我真感谢上帝，我伫无迄个前啊无偌久，我读到这个故事。我甲即个少年人讲，我未晓甲你讲，咱要安怎看无家己啦。毋过可能我甲你讲即个故事是会当讲上活的啦，上活的。Bob Rumble伊讲，
伊感觉足紧俏，伊伫2016年过身啊。啊，伊吼伫托伦多附近买一个土地，伫遐专门伫，即马听讲伊的囝伫 run， 拢伫做对 A 狗的残障的人伫做团队的工作，真正佩服，我真正佩服。这个故事我未晓甲你说明，要安怎看无家己。耶稣是咱的譬如啦，啊，咱要学耶稣有时真困难啦。无然无这个故事，我是哇，佫一项十字架，什么是十字架？咱普通的观念，若讲到十字架，喏，身躯病痛叫做十字架，哟，吼，啊，过来吼，嫁着歹翁十字架，娶着歹某嘛是十字架，囝唔听话嘛是十字架，啊，income tax爱纳真济嘛是十字架，咱拢听到即款的，敢毋是？例如我甲你讲，迄毋是十字架呢。迄是咱的人生一定会拄到的物件。我来用保罗做例来说明这样的。保罗吼，伫哥林多后书第12章第7节，咱拢常常听的。伊讲伊的身躯有一支刺，伊无讲伊是啥的。伊讲伊就伊的身躯的缺陷啦，有人讲伊下骨，有人讲伊目睭无看，迄拢好啦。伊讲伊的身躯有一支刺，伊对上帝求，伊的刺口摕走。上帝甲伊讲：我的恩典到遐你啊。例如，咱伫人生的内底拄到的困难，上帝的恩典会帮助咱。迄毋是十字架，迄是你家己拄到的，迄毋是十字架。上帝帮咱的下替因祈祷。保罗有遐十字架，保罗十字架我读互恁听。伫哥林多后书11章24节开始吼，伊讲吼24节对。我5遍互犹太人鞭拍，逐摆40个减一个。我3遍互罗马人用棍仔讲，1遍互人用石头钉，3遍拄着船破，1遍伫海里漂流一暝一日。伊伫这个所在开一张清单啦，讲伊拄着的代志。我要用伊说明什么是十字架。保罗吼，若用伊的家庭背景，用伊所受的教育，伊毋免去拄着这代志呢。伊免去拄着这代志，为着传福音，伊互人安尼电，互人安尼拍，安尼受苦，例如迄叫做十字架啦。十字架是你毋免做的代志，总是出力。